再来看中国中视宣布讲要重新开放台湾的油啊，会当进口。花莲水母的油啊产区哦，最近拢会无营收成，阁有增长，大家拢会食加班哦。中国市场重新阁开放，花莲水尾乡种油的人是真无闲，为接着订单开始，逐工拢咧清洗包装，先辛苦甚至搁爱加班，不过大家拢真欢喜。有钱赚，养家糊口，累啊，会啊。 也会站到一天的话是腰会痛啊，不会太少啦，基本800起跳。稳定因开放入去中国，对于通路烦恼的农民来讲是一个利多。虽然今年欠水，和产量减少2到3成，可特别中秋节品质是不是受影响呢？那虽然时间点有点晚了一点点，但是这段时间还是可以，还是来得及。我们还是尽力的赶快把一些比较优质的文档。 尽力的把它外销出去。全中国市场重新开放，农民都真欢喜。不过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政治风险，大家拢真谨慎，因为也咧找找多元的出口。日本的通路、加拿大的通路、香港、新加坡等等。那我们最近这几年也积极的在发展加工的部分，所以我们也不担心这个有政治的因素来干扰哈。 中国为2021年8月7日开始暂停台湾地区柑仔类水果输入大陆，2日了后先开放花莲文旦油，不过也爱先注册登记的厂商。目前第一批只有16个果子园19个包装厂通过注册，应销去大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